每天的例行早会，嫔妃们都会准时上班，可唯独最得宠的华妃却故意天天迟到。本宫是皇后，她是妃子，她一定要来和本宫请安。话音刚落，华妃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现场，就好像她才是后宫的主人一样。据说外星人见她都要叫一声华姐。她不但无视皇后的存在，还讥讽起比她早来的新常在，而对方也没客气，愣说清晨最好的空气都在皇后这里。言外之意是她在反驳华妃目无尊卑。而皇后见状便伺机加入群聊，她非常满意的对新常在表示：“你当小产不久，更需要好好休息。从明天开始，不许你再到这里请安。”皇后这话看似在照顾新常在，其实这是暗讽华妃肚子不争气，那是天天霸占皇上，居然没有中过弹，这分明就是一块盐碱地生不出好地瓜。此刻，齐妃也加入到对付华妃的阵营。她之所以这样做，一方面有站队思想，另一方面是告诉华妃我们同在一个品级，但是我却比妹妹更懂规矩。同时，她又夸赞新常在正值青春妙龄，必会有大把的时光生下一儿半女，却不像你，纵使有老牛天天耕地，无论再怎么施肥也难得大丰收。这下气得华妃当场就口吐芬芳，她立刻赞美齐妃的身材越来越丰硕，可惜皇上却不懂欣赏，反而和妹妹天天腻歪在一起，你说气不气人，郁不郁闷？而齐妃愣是被她堵得哑口无言。但皇后马上话锋一转，随即招呼众人坐下喝茶。可华妃依然仗着皇上宠爱搞事情。这是去年的龙井吧？娘娘还没喝完啊。旧时的茶，即使存放的再好，也有股子霉味儿。臣妾都赏给宋芝他们了。华妃这话说的一点没给皇后面子，不仅借茶叶讽刺皇后人老珠黄，还当众嘲笑皇后没见过好东西，便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想给皇后送点好茶叶来表示她的大方，甚至还将皇后和奴婢相提并论。不过皇后可是笑里藏刀的女人，你用青春优势来攻击我岁月的劣势，那么好，必须报仇。既然你的必杀技是皇上宠爱，那么我的大招就讥讽你不孕不育。皇上也赏了本宫一些，本宫想着三阿哥喜欢，就叫齐妃带去了。人家皇后可不像华妃那样毫无素质，她很会维持面子上的和谐，从来不和任何人撕破脸，并把她贤惠淑德的人设表演得丝滑无比。而皇后之所以会提三阿哥和齐妃，无非是暗示华妃虽然皇上宠爱你，但我的团队里有皇子，而你却没有。然而华妃并不在乎皇后的反驳，却对齐妃表示，但凡三阿哥爱喝的东西，他那里应有尽有，而弦外之音就是后宫的实权在他手里，你们若想要点好东西，都得来求我。三阿哥是最孝顺的，不肯为一点小事打扰皇上，亏得齐妃教导有方。显然皇后的潜台词是三阿哥根本用不着你，而只有皇上才是这后宫的天。在第一轮的较量中，双方都有明显的优劣势。皇后这边虽然有皇子和团队，但是不得宠的同时还被权力架空，而华妃这边尽管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并且还有实际的后宫管理权，可唯独她的小房子生不出孩子。从这一点上看，这分明就是皇上的平衡之术。而皇后和华妃再怎么互掐都势均力敌，所以谁也没办法彻底将对方打垮，也就只能这么来回的展开拉锯战罢了。但华妃却是永远不服输的女人，很快她就把皇后拖入第二轮的较量中。您看皇后病歪歪的样子，哪怕是身子好，也不敢跟您争了。她若跟您置气，就不怕皇上跟她置气吗？你知道的倒多了。臣妾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娘娘是皇上心尖上最得意的人。